各位香港嘅朋友，大家好嚇，歡迎收睇中山房產參謀頻道。成日聽我講咧話，中山買樓有坑有坑，但係坑具體係生乜樣呢？今日我哋直接用真實嘅數據話俾你知，香港人喺中山買樓最容易買錯嘅3種類型樓盤嚇，買錯之後你想翻身都難啊！尤其係第一種嚇，專門收割香港呢啲退休人士啊，只要避開呢3種類型嘅坑，你就已經贏咗80%啦。第一類型嘅坑咧，就係呢啲低價嘅遠郊型嘅樓盤，嗰啲打住4990買珠海北、8990買深圳西嘅，到底係退休嘅天堂咧，定係養老嘅孤島？好多嘢係銷售絕對唔會同你講嘅嚇，佢哋只會同你講環境清靜、價錢平，最適合養老啦。但係佢哋唔會同你講以下呢3個殘酷嘅現實嚇。第一個致命嘅硬傷就係養老配套嘅空白，緊急時候咧可以話係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啊！退休生活最驚嘅咧唔係話悶啊，而係病。中山優質嘅醫療資源咧，中山嘅人民醫院、中醫院、博愛醫院呢啲優質嘅醫療資源，全部都集中喺市中心核心片區嚇。咁你如果買咗呢啲遠郊型嘅樓盤咧，等於將你自己條命同呢啲優質嘅救命資源全部咁樣隔離開。如果半夜真係有啲咩頭暈身㷫嘅，去到最近嘅社區衛生站，可能都要成20分鐘車程啊！講句難聽啲嘅，萬一真係有啲咩突發情況嘅，時間就係生命。好多所謂規劃中嘅醫院呢，你可能等足成10年啊，都未見影。為咗慳嗰10幾萬嘅樓價，賭上咗自己晚年嘅醫療安全。呢個賭注實在係太大啦。第二個硬傷呢，就係生活嘅孤島同埋資產嘅凍結嚇。退休變成咗困憂啊！退休呢唔係去開荒，呢啲遠郊型嘅樓盤呢，往往入住率都非常之低，低到成點呢？成個遠郊嘅樓盤樓下嘅商鋪基本上都係吉嘅，連基本嘅生存配套都冇啊！想飲個茶買個餸，仲要專程揸車去到鎮中心。呢啲地方啊，分分鐘叫個外賣都叫唔到，同埋更加可怕嘅呢，係你嘅退休金會俾呢啲完全冇用嘅資產全部困死晒。萬一真係急需要用錢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呢啲咁嘅區域完全冇二手市場。你想賣唯一嘅辦法呢，就係斷臂求生，將你嘅樓遠遠低於市場價，我哋講嘅骨折價先有可能出得到手。第3個致命嘅硬傷咧，就係養老成本嘅隱形飆升。好多嘢咧，只係佢表面嚇，包括佢嘅樓價同埋你睇到嘅空氣好、環境靚，但係咧，呢啲低價後面往往隱藏住嘅真正殺手，就係佢呢個養老成本嘅飆升嚇。冇車就等於冇腳，但係咧，你如果養部車咧，每個月又要多1-2千蚊嘅成本，加上生活採購嘅唔方便嚇。然之後成本高，選擇少，同埋小區因為入住率低咧，管理素質自然就差，所以物業貶值嘅速度一定會比較快嚇。我哋同大家簡單咁樣計個數嚇，假如咧你買呢層樓慳咗30萬，但係未來10年咧多出嚟嘅生活成本，加上房產嘅貶值嚇，分分鐘可能仲要倒蝕幾十萬都唔奇怪嚇。所以各位退休養老嘅買家嚇，一定要記住呢條規律，以一間3甲級嘅醫院為核心嚇，車程控制喺20分鐘以內嘅樓盤先係安全區域嚇。最好咧就喺買樓之前，喺佢上落班嘅高峰期呢個時間段嚇，親自去測試一下，從樓盤到呢個最近嘅大型醫院，揸車要幾耐時間嚇？又或者咧可以用手機開真實嘅導航睇下佢嘅距離到底係有幾遠嚇。第2類型嘅坑咧就係呢啲庫存過大嘅樓盤，你以為嘅價格窪地啊，其實就係深坑。成個片區咧密密麻麻幾十個新樓盤，大大話話仲有成幾萬套新樓喺度賣緊。銷售同你講嘅咧就係呢度未來係市中心，或者將來咧會有幾旺幾方便，但係你行出街見到嘅最多嘅唔係人啊，而係啲房產中介同埋售樓部啲銷售啊。
呢啲咧就係典型嘅庫存重災區啊！咁供應量大究竟有幾咁恐怖咧？第一就係價格戰無底洞嚇。今日你啱買完嘅新樓盤，可能下個月隔離樓盤直接劈價3000蚊一方搞促銷，你嘅資產瞬間就縮水啦。呢種就係開發商之間相互踩踏，買家永遠都買唔到最低價啊！第二咧就係二手市場完全崩盤，因為片區內咧庫存量太大啦。喺未來5到8年啊，當你呢啲咁嘅一手樓全面咁樣湧入二手市場嘅時候，絕對係供大於求嘅。你層樓面對嘅係成千上萬同你一模一樣嘅樓喺度競爭，你可以做嘅就係不停咁樣降價，吸引啲新嘅買家入嚟。第三咧就係配套薄弱，入住體驗感差嚇，大量嘅樓盤分期開發，開發週期過長啊，交樓速度咧一般會比較慢嚇，咁樣咧就會導致流入嚟嘅人口速度會非常之慢，同時咧都意味住未來會長期人氣不足嚇。嗰啲之前承諾嘅學校、商場都會因為人氣不足，遲遲開唔到業嚇，甚至咧有啲係開咗幾個月，直接就執咗啦，因為開唔落去嚇。你可能每日都要上演跨區長征，先可以到隔離區域嘅商場同埋醫院。好啦，講咗咁多同片區庫存量大嘅後果之後咧，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去查清佢究竟有幾多庫存量咧？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3個最簡單、最直接嘅方法嚇。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喺網上查佢嘅數據，我哋可以喺房天下、貝殼呢2個 APP 或者網址上面搜索呢個片區，例如坦洲或者三鄉嚇，睇下佢呢個片區有幾多新嘅一手嘅樓盤喺度賣緊。如果一個區域嚇同時有超過10個一手樓盤喺度賣緊嘅，直接就黃牌警告嚇。如果同個片區超過20個一手樓盤喺度賣緊嘅，直接就紅牌出局啦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睇佢呢度嘅土地出讓情況嚇，可以搜一下中山市自然資源局嚇，睇下佢呢個片區喺前嗰幾年土地出讓嘅情況係點樣。如果呢個片區咧前嗰1到2年有大量嘅住宅用地係賣咗出去嘅，咁意味住呢個片區喺未來呢幾年咧會有大量嘅新樓盤湧入嚇，新樓盤供求過多就會供大於求嚇，庫存自然就難以消化啦。第3個辦法都係最直接嘅一招嚇，就係晚黑直接去到佢呢度睇佢真實嘅入住率，可以睇下嗰啲交付咗嘅樓真實入住率大概咩情況嚇。但凡入住率2成都唔夠嘅呢啲情況啊，就證明佢呢度入住率非常非常之差，完全冇任何嘅投資價值嚇。第3類型嘅坑咧，就係呢啲概念型嘅樓盤，就係我哋講嘅將呢啲優點全部寫喺紙上面嘅夢中情況嚇。呢類型嘅樓盤咧，通常佢都會有個華麗嘅故事嘅，例如咧深中通道首站、科技城核心嚇、大灣區醫療中心啊，嗰啲規劃啊畫到即係天上有地下無，但係咧地下一樣係黃土一片嚇。大家緊記啊，規劃咧係會變嘅，故事咧都會改嘅。今日同你講呢度係 CBD， 聽日咧可能會因為規劃而變成荒地，甚至係魚塘啊！政府嘅藍圖咧，同你房產證上面嘅價值中間咧，仲隔住108000里嚇。第二個咧就係規劃建設嘅週期太長啦，一個新城從規劃到成熟，保守估計咧，起碼都要10到15年嘅時間啦。喺呢啲咁嘅開發週期咧，好多嘢你係不可控嘅，包括你嘅資金成本、機會成本，全部都會死咁樣套住喺呢啲咁嘅產品上面。呢個超長嘅兌現週期咧，絕大多數人咧都等唔起，更加輸唔起嚇。3咧就係完全依賴單一概念啊！好似呢啲樓盤咁樣，佢哋將所有嘅價值全部壓晒喺呢個全新嘅概念上面。打個比方嚇，就呢條地鐵或者呢個企業呢啲咁嘅非常之犀利嘅嘢嚇，全部壓晒喺呢度。假如
一旦呢啲咁嘅概念延期咗或者流產咗啊，房價即時可能就會腰斬。針對呢啲規劃型嘅嘢咧，我哋一定要信佢嘅文件，千祈唔好信佢嘅故事嚇。喺呢度咧，我同大家分享幾個分辨佢真假規劃嘅辦法啊。第一咧就係查佢嘅實質性嘅進度嚇，千祈唔好聽嗰啲咩規劃中嗰啲，一定要問清楚動工咗未。最好自己去工地睇一睇，佢有冇呢個施工嘅許可證嘅公示嚇。睇下有冇啲大型嘅器械入場嚇，如果咩都冇嘅話咧，咁樣絕對好大可能就係喺度畫緊餅啦。第二，搜佢官方嘅進度嚇，比如中山市重點項目信息網呢啲官方平台咧，搜索佢最新嘅進度通報嚇。比如話地鐵啊、公路啊、醫院啊，睇睇佢呢個係唔係真嘅規劃，以及佢依家目前處於咩狀態嚇，係前期喺度研究緊呢，定係已經喺度動工緊啦？千祈要記住做足功課嚇。咁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咧，香港朋友喺中山買樓啊，尤其係退休打算嘅呢啲咁嘅人群啊，見到呢三類型嘅樓盤，即刻要拉響警報嚇。第一咧就係遠交型嚇，呢類型嘅物業咧，輸喺醫療同埋流通性。第二，庫存量大嘅樓盤咧，呢啲就輸喺供應同埋價值嚇。第三，概念型嘅樓盤咧，呢啲咁嘅房產輸喺時間同埋太多變數嚇。咁有冇安全嘅買樓辦法咧？記住呢一條嚇，專門為香港退休嘅買家量身訂造嘅法則嚇。成熟型嘅現成嘅配套，加上真實入住率支撐嚇，再加上穩健嘅開發商喺呢度咧，首選我哋係揀呢啲國企同埋央企。然之後咧，再到一啲資金債務冇問題嘅民企嚇，一定要買一個今日就可以安心養老嘅樓盤嚇，而唔係一個聽上去好靚好美好嘅未來嘅賭注嚇。最後嘅最後嚇，我結合依家最新嘅中山樓市情況，整理咗一份中山高危樓盤嘅排行榜單嚇，明確咁樣列出咗邊個區域屬於高危區域，以及邊啲樓盤會更加之穩妥嚇。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避坑兩個字嚇，我將詳細資料發晒俾你。感謝大家收睇中山房產頻道啊！希望大家可以點個訂閱，俾翻個 like 嚇。下一期我會分享更多買樓嘅知識俾大家。